我喺上星期五咧就做咗一張非常之有信心嘅空單啦。嗱，就係喺95,000蚊附近嘅位置咧，就同所有嘅會員朋友做空嘅。咁大家都會望見，其實喺上個禮拜咧，我已經同大家講，比特幣下一個心理關口咧，會喺95,000蚊附近嘅。所以其實無論你係會員朋友啦，定還是睇到免費影片嘅朋友，都知道比特幣咧係會有一個下跌嘅趨勢嘅。嗱，然而咧我自己就咁睇比特幣咧，係會先跌後升嘅，所以佢喺95,000蚊會遇到好大阻力，然後最尾回測去到呢個位置咧，先至有機會翻返去10萬蚊嘅。嗱，我俾大家睇下啦，其實就喺今日啱啱好今朝咧先至止盈嘅啫，就喺95,000蚊度做空啦，然後93,500蚊止盈成功咧係食咗1500點嘅。咁如果我睇翻成個2025年4月點位嘅勝率咧，贏咗5張單，輸咗2張單啦。咁勝率咧係71.43%，而剛好咧其實都係同2025年嘅2月咧個勝率係一樣嘅。咁其實基本上咧好多時啦，由1月開始啦，每個月大約都會止損2張單，但係其實佢止盈嘅次數咧係有5次或以上嘅。咁我自己咧會繼續好好地去控制個風險管理啦。咁因為我檢討翻就係過去點解會有2次嘅止損咧？大多數情況之下咧都係喺一個消息嘅襲來，即係話因為關稅戰嘅消息影響咧，令到咧好多時指標失咗靈嘅。但係當個消息又開始慢慢過咗去嘅時候咧，個指標又可以成功地預測到個市場啦。咁所以其實咧，雖然我控制唔到個消息，但我一定會好好地控制我自己做單嘅風險管理。只要我自己覺得喺一個最少嘅消息影響情況之下咧，我都會將個指標發揮得最好嘅。咁暫時嚟講啦，今次呢個4月點位咧，最終都成功可以贏翻1500點啊，個表現亦都相當之唔錯。好啦，咁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係其實咧，喺95,000蚊度做空，然後其實咧96,000蚊止損，爭300點嘅止損嘅啦。不過咧呢張單咧，我係同所有會員朋友講係必須要信心持有嘅，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嚇。咁其實呢個咧係有少少捉頂部嘅點位嚟嘅。OK， 因為喺95,000蚊附近啦，我唔敢 exactly 係95,000蚊會立即跌翻落嚟，可能佢喺上方震盪一段時間咧，先至會落翻嚟嘅。而最後啦，市場都成功地咧就開始慢慢回落。OK， 所以其實呢個阻力位咧，最終判斷咧係正確嘅。好啦，咁現時為止就開始同大家講一講比特幣嘅分析啦。嗱，首先比特幣當初升到上去88,500蚊嘅時候咧，出現一個非常之大幅度嘅突破，而突破嘅原因就係因為美元指數嘅大幅回落。然而呢啲資金咧就湧入去黃金、美股同埋加密貨幣。呢3個都係最大嘅得益者嚟嘅，但係咧，現時呢個趨勢咧已經開始慢慢緩和咗啦，即係話暴風雨已經過咗去啦。現時為止咧已經係開始進入一個平緩嘅狀態，所以咧其實你見到大家黃金嘅價錢已經開始由3,500蚊跌翻落去3,270幾蚊啦。OK， 因為咧點解會跌咧？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升得太勁，令到咧好多啲黃金嘅持有者出現一個拋售，唔單止黃金，比特幣都會有嘅。我就係判斷咗呢個趨勢，所以先至會喺95,000蚊度做空啫嘛，係咪？好啦，其實呢個拋售潮究竟完未咧？係未嘅，因為咧佢嗰個作用真係太過大啦。OK， 咁佢嘅資金大家都知道啦，全世界嘅投資產品啲資金係不斷咁樣去遊走嘅。好啦，加密貨幣其實咧佢原本都係受惠於美股嘅上漲啦，同埋關稅戰嘅影響，先至會出現升升跌跌嘅。即係話特朗普嘅消息都會好影響到加密貨幣嘅表現。嗱，最近暫時嚟講啦，點解美股都可以升翻上去咧？就有2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關稅戰開始緩和咗啦，咁第二樣嘢就係美股嘅業績都唔錯嘅。OK， 咁所以其實咧，大家會見到美股嘅表現係 OK 嘅。嗱，咁我哋就可以建基於啱啱我講嘅所有嘢咧，就會判斷到比特幣咧，其實就開始進入一個橫盤嘅行情。橫盤行情嘅意思咧，即係話佢可能遇到一啲比較高嘅阻力位嘅時候咧，佢未能夠成功突破，因為唔夠資金。但係去到下方咧，佢都唔會咁容易跌穿嘅，因為有2個。啱啱講嘅關稅戰緩和同埋美股企業咧嘅業績優秀咧，亦都會令到佢守得住下方嘅支撐。咁既然係咁啦，我哋就開始可以喺一個既定嘅區間入邊咧，做一啲交易嘅機會。嗱，首先我就畫咗3個位置俾大家睇嘅。嗱，上方紅色嘅就係比特幣嘅阻力位95,000蚊同埋10萬蚊，下方嘅支撐位咧就要去到88,500蚊啦。咁呢個係日線級別嘅支撐位嚟嘅。咁其實如果你話小時級別咧，
就會係喺91,000蚊附近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位咧有少少薄弱嚇，再加上就係咧啱啱美股咧今日先會準備開市嘅，而且今日星期日咧亦都係週線開啟嘅階段，所以通常佢嘅波動性都係會比較大嘅。咁我就唔會再即係我唔會喺呢個4小時嘅支撐位度做一個買入嘅行動嘅，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個風險太過大我嘅會員點位咧係管理個風險係會非常之好嘅。OK，咁所以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睇翻低少少可能會好啲。再加上就係咧比特幣嘅日線方面，其實呢一個位置咧都係一個布林線嘅中軌嚟嘅。其實現時為止比特幣日線嘅超買咧係好嚴重所以係佢可能會好似黃金咁樣啦，就會出現一個少量波幅嘅回落，落到去呢度先至會揾到佢嘅支撐位嘅。OK，咁比特幣咧暫時預測啦我自己就咁睇咧，就可能會喺呢個區間入邊開始做一啲調整嘅。OK，咁呢個機會比較大。咁至於喺上方會唔會再一次做空咧？咁呢個就留翻俾會員點位嘅群組度解答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咧，了解類似呢啲嘅會員點位咧，亦都可以加入會員群組嘅。OK， 好啦，咁以太幣以太幣啦，我都同大家講過，其實咧我自己暫時睇咧係覺得佢會喺2000蚊附近咧會遇到一個阻力位嘅。咁佢暫時最高去到1850蚊度就有一個少量嘅回落啦。咁我哋再睇下以太幣可唔可以喺一個高位做一個更加好嘅部署。暫時嚟講，以太幣嘅大方向都係向下，因為受壓於日線嘅下降趨勢線咁只不過係有一個谷底少量嘅反彈，但係未至於話可以令到佢由下降趨勢轉為上升趨勢嘅。只要佢未能夠突破呢個下降趨勢咧，以太幣都會繼續慢慢跌翻落去。咁究竟跌到落去個咩位咧？咁就睇翻佢嘅周線啦。其實係有機會再去測試翻1000蚊呢個支撐位嘅。OK， 咁大家可以有一個心理準備咁呢個純粹我自己個人嘅分享啦好啦，咁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啦。咁我哋明天再會，拜拜。